921地动24周年的系列报道，今仔日要来看中部环管公路。伫1960年完工通车，贯穿中央山脉。当时有1万多人参与这项硬斗的工程，尤其是牺牲着200多条宝贵的性命。也毋过煞予1999年的921大地动伤一个俊杰力，真侪路段予土石抬起，甚至规段的路基总来流失。尤其是为上国馆到德基这段25公里长的道路，因为地质破碎，到今要咧封路，敢若开放便道，予当地居民来出入。经过24年的修缮保养，政府评估中环的地质伫2025年会进入安定期，到时阵可望来启动着中建的工程。也毋过嘛有地质甲生态专家对中环的复建是持保留的态度。中环到底应该走向什么款的未来呢？来看咱的报道。921地震应该是这一代的工程师面对最大也最艰困的挑战。中横变道受921地震的一个震动的一个影响，伤筋动骨了。像我父亲跟着这个公路一路进来，他民国100年过世的，他就讲等不到路通。天然山区若无这条路，根本就没有离山了。在前往中横的途中，我们的目光实在无法离开这一大片光秃秃的山头。山崩地裂，山被凿空。大地震后的大量落石将中横切割得支离破碎。921刚发生完了以后，那时候的这个所谓的中横，事实上是有人间炼狱啊，因为所有的道路全部都崩毁了。国军直升机沿着溪谷再度向中横山区坍落的古关到德基路段飞行，沿途看到的还是不断从山顶掉落的土石。921的时候，曾经这个路段是全部断掉，甚至他们要进来抢修的时候，需要在车子上面再摆一个弹簧垫，因为那个每天都在落石啊。余震又来了，突如其来的落石还是让公路局硬生生又折损了一部运输人员的箱型车。921的隔年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余震叫0517，那忽然间一个石头就掉下来，同仁被砸中，当场就死亡。同仁全部都在公路段前面跟他致敬，说：“哎，你的任务已经结束了。”哦，这样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个悲壮的一个故事。921大地震严重破坏中环公路，当时过来崩坑崩落，137位路面损害，超过80面坡损断。24年过啊，仍然有部分的路段也未修复，无法度通行。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在中横公路的青山上线，这条路从921地震之后就一直中断至今。那现况如何呢？我们现在就跟着公路总局的工程人员实地探勘。其实你们看到这个路基还在，其实很多段是断得蛮严重的，哦，所以有时候踏勘不晓得状况，哦，哎，这个路还不错，哦，不然修一修就好了。其实是这里面断点还蛮多的。规头开吹石头，规片牧草。彩虹小组对公路局的人员掀开中环公路青山顶线顶峰24年新辟的比赛。那以前那个车道也没有很宽呢。以前车道其实没有很宽，中间有一段会更窄。哦，那上线就是有大概5段6段左右的大崩塌了。所谓的大崩塌是说连路基都不见了。继续行，路面是更加弯曲。头前一面土石的大水墙阻挡正人的路。目前是在中横青山上线哈，接近德基端往前大概300米的一个崩塌点。那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其实上线经过了那么多年了哈，其实它还是一直在崩。哦，那其实早先这个地方我们曾经有清淤过，但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些石头哈，又硬哦又亮的，这些是比较新鲜的。那比较新鲜就是说，它是最近才刚掉下来的。这个路段早到地都开挖的时，就以地势危险出名。地动了后的抢修更加是更加困难。上面都是大概是岩盘，但是路基大概剩4米多。那因为如果你要恢复大概5米半左右的一个空间，势必你要往3侧挖。但是你往3侧挖，可能会影响扰动它的坡脚，又会让上冰坡更不稳定。那要往外去升的时候，其实空间也很有限。
头前无法度过，阮敢来当照关路提出来。青山顶线也是中环公路各关通往德基方向的交通要道，如今所点在风高野外，无人搁再行搭。世纪大地震，动荡伤害中环，伫大地留下险恶的伤痕。921大地震造成中横公路6.3公里处受创严重，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时隔24年，中横公路的地质还是相当的不稳定，有部分的隧道还是几乎被碎石整个掩埋。6.3跟那个地方蛮特殊的哈，它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质构造。它从以前到现在，它从来没有停过。早期他们是送邮件，由德基下来的，由古关上去的，会在这边汇合打个招呼。那有时候打个招呼说，早安，哦嗨哟，完了之后对方就被石头可能就打掉了。所以这个早安段也还是听前辈讲有这样的一个译文啦。大量的土石为山壁地透连大概。弄脚的力头真大，突然挤在崩坑，顶头的钢筋阿门头嘛拢变形。101年开始抢通以后，有好几次被大石头打到、砸到，让我们的钢丝堡也毁掉。所以现在我们钢丝堡大概1到2年就要把钢丝堡坏掉的地方重新修复换掉。明崩坑的存在是工程人员避免土石会共伤到维持公路的通行。严格自头到尾，咱拢静态对抗大自然。目前我们在中横便道的14K， 那可以看到我身后有2个颜色的明隧道群那这一些红色的跟这个中间的部分是100年。便道在抢通计划97年到100年完成的时候，那时候做的。做完之后，其实可以看到它整个边坡上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裸坡。那这个裸坡其实它一直在崩塌，那期间它崩塌之后会往明隧道2边去扩大，会影响我们在里面通行的人的安全。这几年来，中环边境每1年每1公里有900个落石。公路局小连续伫青山路段兴建8座明崩坑，形成壮观的崩坑群，见证咱人和天灾拼斗的无奈甲勇气。东部横贯公路是我国闻名于世界的风景区。中环公路伫1956年兴建，全长直为190公里，为台市到花莲，是台湾第一条东西环贯公路。第一代开路人靠着一支骨仔、一个本机，开创人定胜天的工程奇迹。大家都会当加进加工，努力奋斗，拢无怨言。农民弟兄在这个山壁之间在施工，有的人要绳子拉下去去点引信，那有时候用抽烟嘛，然后就点下去，有时候来不及，人拉上来的时候剩半截被炸掉了。所以这一条路有一个名称叫酿碧之路，酿就是酝酿的酿，碧就是那个碧雪的碧。1960年5月，有工人辛苦打造中环公路，宣告通车。施工期间，总共牺牲225位开路的工人，并且每开拓1公里，都有一个人牺牲宝贵的生命。中环经过台湾一家子，让交通更加利便，产业兴旺，维持无数家庭的生活。30年前，为老厝苗栗来到梨山打拼的贵龙单元路，就是其中之一。我是大概民国76年、77年、78年这3年都有来这边打工，就是高中时期。退伍大概83年间，就是有一次又回梨山旅游的时候，发现喜欢上这边的蓝天白云，所以就毅然决然就来这边先。刚开始来是先给人家做工了，然后再存点钱租地这样子。果子生甲真暗，这几年咱大哥种过菜，嘛种过高山水果，靠着1甲半3年，打起一家伙仔的生活。辛苦的部分像交通之前我们采桃子，大概就5天，宜兰路也不通，那中横也不通嘛，合欢山那边台14甲也不通，你采了也是没用啊，倒掉啊。水果经过分级包装，主要的通路是140公里外园林果菜市场。这个一个纸箱你知道吗？它可能本来载上来这边运费可能一个1块啊，现在大概要1块半、1块8啦。是自从中横断掉之后吗？对，
还有这几年油价涨也有差一点。交通的阻挡，和肥料、包材甲运费等于增加，农民的收入却相对减少。我觉得以前的中横就是有那种很甜美的回忆啊。路坏了为什么不修啊？就是很简单嘛，路坏了本来就应该修的啊。以前工业机具没有那么工程机具没那么发达，都能修，为什么现在不修啊？每年的9月是新世纪水梨的产季，现在在我眼前这一箱箱全是农民辛苦耕种的心血。但自从921地震之后，中横公路中断，梨山的农产品运销也成为难题。沿着山路到台湾行，33岁混运业者吴宗学对着老爸一户一户到飞机行收费。最辛苦哦，可能就日夜颠倒啦。然后有管制的时间，赶不到就走合湾山，可能差2个小时，司机就会比较累啊。67岁吴建基，农民拢叫伊阿基伯啊。40多年前，伊对阿姑来到梨山走会运，经济中怀一时请假，订单了后就失去公差。中横就是被地震弄掉了。中横给我们居民通车的时候，第一台车就我跑啊，哦，开起来很恐怖，整路没有看到什么，整个山光光的，整路都是石头，有我自己一个人哦，开得怕得要死。规个大梨山的地区，关山农业和货运业者挖靠中环公路，相依为命。这条路是不是会通，关系到因的未来跟生活。上一个台风，中横南投那里很严重嘛，然后就不能走，古关也封路啊。我们大家都走宜兰出去，宜兰出去。油钱可能就要多1倍吧。伫梨山走会运，可是体力更加的爱准时。下晡4点，吴宗学赶紧前往中环的管制口报道。就因为他只放行4点半嘛，他最晚到45分。假如是超过时间的话，就不能走了，我们就要掉头。中横公路台80、37线每天只有3个时段开放通行，分别是早上7点、中午12点以及下午的4点半。现在正好是下午4点半的开放时间，我们看到有许多的车辆正在通过这个管制口，但想要从这里经过的民众还必须要有一个特殊身份。你好，大明这边，大明，对，大明电话。管制人员伫车店内随下对身份，除了当地居民、业者和工程人员，其他拢总未当合过。虽然山路弯弯蹺蹺，居民向员拍拼出一条活路。这几年来交通无方便，游客减真多，梨山的观光业嘛受到冲击。来，我们今天上梨山福寿山半日游的贵宾，还有2位吗？来，我们这边上车哦。地震后，梨山迎面第2代高自中心，等于到故乡做导游，事业所遇到难题。像我父亲跟着这个公路一路进来，他民国100年过世的，他就讲，等不到路通了。好了，我们出发了哈。我们所接驳的每一位客人啊，参加我们的旅游导览的话，第一句话。好远啊，远得要命啊！下次不会再来。那我请问一下各位，我们要有几个下次不来的人？我们要做到什么时候？永远都做第1个客人，也就是最后一次的客人。居民期待续建中环，为当地产业带来生机。不过中环到底敢会当全面开放？交通部表示，目前已经将3大续建的方案送到国发会审计。第一，采用台北线连37线双向通行的方案，预计新起7座桥、80磅坑，工期较低，总经费大概193亿。第二，和中环顶下线配对通行，需要新起10座桥、11座磅坑，工程经费202亿。
第三，采用灯棚坑双向通行的方案，闪开边坡，新起3座桥、11座棚坑，减少道路绑架风险。严格工程经费就来到408亿。评估起来之后，是以第一个方案是最为可行，比较危险的路段我们都把它避开。好，比如说有比较弯的地方，那个地方可能有落石或者水流攻击，那我们就用桥梁把它跨过去，然后之后再接隧道，透过这样短桥、短隧道，把比较危险的路段避开，来提升这个整体的一个通行的安全。虽然交通部估计，2025年中环的地形将会进入安定期，不过台大地质系退休教授陈文山有关提出警告。这是中环就沿着这样走，像这个没有植被的地方，那就是在崩塌。都是大面积的，这块就是大面积的崩塌下来。透过卫测空照图实际比对，中环的地基路段这几年来一直崩山，看出来地质有原脆弱不稳定。中横这个地址上来讲，很多的一些变质砂岩组构成的一个山脉。那变质砂岩是很脆性的石头，整个中横公路到整个山顶上是将近几百公尺、上千公尺的山坡是不稳定的。所以你根本不可能去整治它。历史上总是伤痕累累的中环公路，现在牵连到大梨山地区产业的未来，后一步又搁要安怎行呢？梨山地区目前的产值超过40亿，天然山区若无这条路，根本就没有梨山啦。较早人个一低头一本机都去甲掘开啊，这么讲，现在你政府的科技那么的进步。你没有办法去修复它吗？所以我们认为说，如果你只是要沿用旧有的道路做一些整治，我们就不建议，这不可能的事情。对农业的影响的话，简单来讲就是运输业不发达嘛，因为可能多了大概30%左右。我还是觉得我支持去建。如果你用长隧道，第一个我们技术上有没有办法克服？而且那个经费也要可能我认为应该会上千亿以上，所以我个人是不建议他这样做，因为这条路线来讲也没有它的经济效益哦。这条道路真的很重要了我们虽然讲灾害100年难得一见的地震，那请问我们下一个100年是哪一年？我们还要等吗？中环公路不是台湾工程界的骄傲，如今却被基木材山林变成真歹收缩的空脆。面对大自然，咱人必须爱会晓谦卑，行过天灾，才会当行向未光。